日头眼睛住得了这下酒，记得容海前面晒得爱该烦忧，光光该流星人快乐对点撒油，一个欢喜的人离去，爱流总还会多，胸襟大给吧，让一时。阿胖，小薇姐姐又回槟榔摊上班了，而且她确定不念书了。唔得讲个小薇慢呢，我想一下，天买了以后啊，还有一条钱，我想问小薇生理个账号的，你伢意思用？等候，总经理，这个决定会让崇光没有办法去跟黄火旺先生交代。我知道，现在小家庭平数的建案非常难卖。可是我们答应黄先生要照顾劳工还有低收入户，现在拿到了同意书，才跟他说公司建案的方向要改变，我们就是不守信用。可能係先嚟講，一模係把到真言本唔偏到嘅，因為你同你講同冇同樣嘅。给你，瞅一下。醫生跟我講，醫生講骨頭接個動針啊，好得差唔多嘅。那就好，下禮拜可以做落來，大本愛平落來。歹勢啊，唔見按不頭唔是加班啊。唉，我最驚哦，臨時係唔知我落醫院哦，但冇得牙嘅死。我根本唔想加班啦。點樣啊？我對公司啊，董事們冇想去做嘅。唔對公司唔係做得當好啊，佢冇做唔係當大宋。還有啊，也條路啊當難前，此條路嘅佢神方用辦，肯定佢會答應我。我冇想咁多啦。也經濟唔好，有乜嘅事啊，先怨一下嘅，唔係啱啱此條路拿。遇到一件細嘅事情就冇做，下一班我後悔了。我老多變了，也係有乜事我愛做，我搶去做哦，係人唔可以幫我做，我就唔聽我叫好嘅，我用假實。講有乜嘅意思？公司老闆講，我一條路啊，全當人來做嘅呀，係咪叫好嘅，咩唔是專業。我啲我冇彩哦，公司太假，我動辛苦，都只有幾百，故說我唔會怪幾一條呢。哎，你調價你有冇冇錢哦？你喺邊做10個年嘅啊？因為個市場運動多，摩擦眼一殺，還有公司哦要全部請後場人，後場人體力比我較好。
歹势啊，俺唔知某条路很容易言谈那条路的事情。mình hay mà muốn用呢，台湾不读书呢，也还就没办法赚钱，还有个目的，也真的，也真的痛苦。直到这个当一天物价没事做，真正的没用的人。有不安尼想啊？拄到的，没无奈何。经济唔好，条路都难走。我惊啊，前无条路那个勇敢杀。姑嫂，谈人嘅花，我啱啱是條路，點啊？你下礼拜哦，较注意到的哦。哦，了多钱？不是钱啦，售后服务咩？哦，谢谢。我还摆在请你哦。好啦，有问题再来哈。好。我伫个乞爱哦，来到底迄这么该娘都黄去哦，唔安呢？我要上班，我没办法好好上班，就会影响到整个治安。治安不好，大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。所以你不理我，整个影响到整个村呢。那有暗冲业哦。同样啊。小薇嘞？小薇哦，也好同好啊。堂公有你，后家福搞天数，小薇都50岁耶，做对全心都熟。真紧哦，哎呦，就好诶啦。啊，不过安尼，你就无理由去关心佮、接近佮呢。哦，娘啦，用迄乞爱请小薇哦。我请万人，讲阿妈事啊。爱的嘞，护手50次哦。那你说吃啊？冇人讲哦。你要试表示你要中意爱。卖淫中意呐，你再讲有人讲吧，下礼拜不准来请爱。好啦，爱点点啦。啊，嘿娜，上班阿妹唔记男朋的事情，你自动用办啊？加生意会到位呢。男朋友讲，上尾要改生日礼物嘛，爱买本记。我们个记啦，佢讲佢买个就买啊，还唔爱哦，冇大送钱。哦，希望用33年，共下去传堂释放50多样诶。嘿，做得呢，好啊。事情哦，冇事情嘞，我去上班啊，安不要，我要吃呢。食菜哦，终于安讲的你。阿公，蓝萍，我们去找张汉天痛啊，蓝萍。李轩啊，你找蓝萍啊？嗯。今晡日啊，返校日，第一好搞嘞。好无聊哦，他们都去返校了。奇怪呢。你们台北的学校都没有返校日吗？对哈，我们学校好像也有返校日哎。完蛋了啦！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快接！喂，Ruby 啊，我张你呢。你先不要问我暑假去哪里玩。我问你哦，返校日是几号啊？快点想啦！哦，14号，还有28。就这样啊？哦，好，没事啊，拜拜。
道。后天呢？后天是返校日。那如果后天是返校日，所以我明天阿公哎，回去阿公，你真来调呢？改了钱这么长，看哪种的啊？你差点再按照差，你看。啊，弟姑，你这有哪奶哦？爱紧请。阿婆，我明天就要回台北，我现在做东西呀。用的啦。啊，公用机，你就要转台北。不是啦，后天返校日，如果不去，我会被同学校翘课，而且我还会被老师惩罚，我才不要那么丢脸呢，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啦。哎呀，家唔要转来吗？当然啦，暑假还没有结束，我这么早回去干嘛？阿公哎，我去台北爱停去好嘛？你跟我去干嘛啦？我同上阿公，俺叫我看到佢，俺我去台北爱去停去了啊，唔等爱哦去搞。俺我们去去搞，俺去去好搞。强用那慢结搞啊，等爱去搞，等爱去啦，阿孙呢？阿孙呢？等爱。莫吵啦！也没唔兴趣，也我上班无闲啦。用啲，今日我再去问阿妈喺讲好，我再同阿公去阿姨哈。阿婆，那我明天就要回台北了，谁会来接我啊？无限转来无相关啦，我要买火车票诶。天公热咯，我无限，我要拜托阿昌哦，带阿弟姑去茶头。天公热下午，我去台北茶头接佢哦，要記好時間哦。西三門，來迪啦，好，哎，再見。返校踢，阿啲個東家就愛可以好咧。阿啲個，阿爸講哦，聽講下晝我去台北茶頭西三門站，我記得哦，西三門哦。你上映坐火車，我驚嗎？不會啦，我上車就找位置坐，坐到台北就下車啊，很簡單啦。嘉義這裡。hen唔去整理，看你来做乜解啊？阿婆，我会回去2天哦。来滴啦，你会喏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，我会不在2天。我本来手一3年啊，管嘞。時間講遐地位啦，叫去做總誒，聽講你大早我去茶頭哦，叫去這裡。他說希望我趕快回來。結果他一點都沒有捨不得我。星光的舞步，夢似睫毛水流。
昌，歹势哦，喊我现在阿弟姑去查头。唔会啦。第一三年，从凤茶唔关偏黑。还好啦，上茶哦，手底下茶嘿。阿公诶，我去接机啦。要好好看家哦。阿弟姑，知道吗？阿弟姑，啊？来啦。冇说嘛嘅喏，阿唔去上茶，迄毛位付唔多，付茶哦。哦。台北啦！阿孙啊！我老公做唔得去南州了，做乜嘢咯？捱去台北，捱去啦！阿孙呢？阿孫呢？下茶，廿咪講做唔得去台北？冇捱去，我做得去啊，孙呢？我唔乖，我等一下中医派出所哦。我又冇做唔到事情，你做係做乜㗎？然后刘怒又很清楚，然后牛角上给正因为去哦。下茶，来啊！捱去啦！我到底要怎样啊？这样根本就来不及啦。阿龍哥，你下上去哦，都冇進來。我以為台灣我就進來。坐啦！捱去啦！看哦，安尼啦，阮阿孫嚟聽，到茶頭吼，阿啲個下茶，將攞幾袋裝來。啊，好啦，每天做得安呢。好啦，阿莫都安尼哦，阿莫阿哲啊，拜到了。好了，对了，李轩，到了火车站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你要坐车，你就故意说你要下车尿尿，然后直接坐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啦，你坐好，好，请到本地。婆婆，我要走了。阿弟個，阿公誒，腳條誒唔做乜緊咯，上來啊！送茶。腳。去台北咯！去台北啦，腳啊！賺到鑊卡，我打電話俾我哦。好，我打電話幫。好啊，坐好啦，我讓你攞甜筒啦。好。去台北了，台北。坐好來啊。好。阿哥，去台北了。坐好來啊。坐，拜拜。都係，离开啦！阿弟個下茶都唔要。哎呦，呀！对啊，我要去上厕所了。哎呦，較腳條誒啦喲！阿叔叔，謝謝你。阿孫呢？有個人上啊？啊！你看，哎呀！中獎哦！哎呀！我哪不俺高卡的，搶阿孫呢？等一下哈。孫呢？坐得等我哦，我要調請男朋友講話哦，唔好諗住哦。好。哎呀！哦，去哪里啊？小姑婆快丢你耶！清香，阿孫的米湯。哦，这次去玩不错。我家公也不错，其实你们玩的。哎呀，你用公安叫，乖。什么红鸟？哇，你也退休多久了？6年多了。哪哦呢？
较啥？我会当鸟阿公的唔见得。阿公啊！你怎么会来啊？俺有点偏瘦啊，好在俺读到，俺喺台北啦，等下呀。你不能去啦！俺做嘛做唔嚟去呢？这么多人，你干嘛那么大声啊？等俺喺台北啦，俺当上阿哥呢，等俺去好唔好？啊，孙总，你不要再闹了啦！是啊，各位，因为上茶冇时间飞多了哦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进去，等一下哦。好啦，我去帮你买票啦，买一买，我们赶快上火车啦。也差不多了啦哈。对。好，你们记得去小心一点哈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。人呢？这么快干嘛啦？不知道路，走啊！这爸爸，人家不认识你，干嘛啦？你走啦！从不啥冬天是不是冬神经病啊！冬汤鸟。喂，阿叔长，这里啦，走啦！呀啊！你要干嘛啦？我给韩国呢，你看吗？去。那不是啊，你这干嘛啦？哦，见你升旗呢？不是啦。哎，阿少，ยัง来？阿聪，我请不到你，你火车这么涨跌啊，你天天送火车，你说嘛该天你选到台北。我当然冇看到阿哥，我相机啊都睇阿公嘅上嚟台北撩啊。干嘛在看我？才1个多月不见了，不记得我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吓一跳啦。原来你是阿孙社的阿嫂。阿嫂。我嫁给顺心的哥哥，你爸爸没有跟你说过？你爸爸离校开会走不开，所以要我过来接你们。来，帮你拿。没关系啊，茉莉阿姨，我自己拿就好，不会很重。好久没有听到你叫我茉莉阿姨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好。哎呦。先送你上去，再带套一下。阿公哎，你还不看唐寒要案犯哦？啊，孙婶，你在干嘛啦？那唐寒要案犯案太严了。这不是我家，我家楼上，你要不要去看啊？还有流当哦。好，俺阿公都冇开掉。阿孙呢？你有没有和你阿公哎？他就一直把我当成是我爸比在叫啊，就认他也没有用。我们上去吧。啊，孙少，这里啦。呀。走。好。等我呀。啊，孙少，为什么不进来啊？佢都冇咯，阿妹啊，伊不管人。阿孙啊，昨天同同學教嘅，入嚟唔識驚啊！妹啊，佢不管人啊，妹啊。啊，孙少，你是没有坐过电梯啊？可能是時節冇怪，換人家慣變衰啊！你下看到天台不驚啊！阿孫入嚟啊，冇用見啊！我阿公喺附近，阿妹坐啊，阿妹啊。阿孙少，阿妹，佢不管人。乖。阿妹啊，佢不管人啊。好了，我們坐天台。不坐电梯上去，怎么去我家啊？难道你要走楼梯哦？啊，好，我企樓台啊。很高哎，9樓哎。我嚟飛起出去啊！唔會管啊。啊，还是茉莉阿姨，我自己上去就好了啦。做唔得啦，還先送你轉去啊！你先坐天台，我嚟飛機。呀，用哎。算了啦，你们走楼梯上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坐电梯，好像不讲义气耶。我陪你们一起走楼梯啊！走，阿孙嫂，这里。好，那边啊。累吗？有
没问题啦。哎呦，讲你夹地位人家慢呐。好，夹。关门。好，你炒火柴看到暗道嘅菜，又有海水，又过料。好，那边要按酱啊，按金。啊，好，做唔得，阮同阿公嘅公司。哦，好，眼目撚頭，好，要按太甜啊，好，要比法典還要醬啊，好，嘿，阿公啊，我叫你留啲下去咯，好冇啦？你不是要来找你哥哥？你跟茉莉阿姨回去啦。哎呀，我真係仲係過咗，我留下來吃啦，好冇啦？阿孫啊，你跳嚟台北，媽懂社會啊，你下你係麻煩阿公哦。又唔會麻煩佢，留下來啊！阿公誒，錢咗唔可以欠啊！阿公好冇啦，我留下來拜託噶。阿公好冇啦，我留下來拜託噶。拜託啦。好啦，给你住啦，我爸比应该不会生气。阿嫂，記得啦，哥講啊，硬係啲嘢。阿哥，佢最好了，會麻煩到你的呢。应该不会吧？那你乖乖頭髮哦，阿嫂聽佢將你接你做。好，阿孫你乖，阿孫你糖吧。阿公誒，你變做啲男嘅小紅娘誒。佢做吹嘅啥？好，阿孫自家專業啊，拜拜。人愛留阿孫最好了，你兩傻，會乖乖錯不卡，做唔得亂借我。知道啦，我跟阿顺说，就在这里看电視，等北北回来就好啦。那還做呢？阿姨再见。乖。南平，有啊，新嚟哦。俺只是阿叔。唔係。蓝皮，時間過到凍結，今年你也10歲了，那會燙媽媽嘅髮，祝生日快樂，阿爸。爸爸。有冇開課以上要湊到人啊？做什麼？我洗好了，上褲未洗好洗好了。哦，根本你暗怪啊！好啦，外面出的啦，我又冇唔記得，聽講你很生日啦，你想愛買個生日禮物嘛？媽媽，爸爸做乜解都唔來看我。有好點點的鬱悶啊！我沒講過誒，唔想講到爸爸的事情啊。唔愛看，就會請我的生日禮物。我問題，你冇看好冇？好啊，唔問。做乜解爸爸都唔來看我？
人爱讲好无？无爱讲，免唔怕啦。佢係因為爸爸結婚呢，有姑娘，有生日呢，冇方便來啦。有數，無歡喜，無愛記落去。唔係啦，冇聽錯，結姑娘我唔歡喜啊，有數其實冇來看你啦。既然做嘛該，係自己看爸爸。也係太人嘅事情，我講俾你聽，唔係聽唔識啦。係講，我請爸爸來，我冇歡喜麼？爸爸見本年紀卡片本啊，我當歡喜。我生日，乜該都冇愛，我做得了爸爸見面麼？我想從你選有一個同好的爸爸，我做得了幾講，我想見佢。好啦，你先去睡夢，聽講嘢又冇病了，爸爸冇聽錯下上班啊，我先攞佢聯絡佢啦，佢愛再同我講，好冇？好啦，去睡夢。我先去睡哦。記得沖牙齒哦哈。树喊太陽。ช่วยไง爸爸誒？哟，暗咧，係忙洗陣水冇啊？爸，今晡日阿明寄生日卡片俾蘭平，蘭平讓我讀，想我看見爸。你有問過阿明冇？你嘅想，我當天爸本金哦。愛啲嘢啊，當天佢攞日餅咧去偷便宜，愛比你個較欠呢，唔過欠有嘛個用啊？啊對蘭平哦冇公平啊！佢咪第一按當年啊，叫寄錢來，愛想啊。佢知道對不起人哋，再按樣做。唉，太爺的事情啊，太爺自家會處理。你的蘭平啊，當無辜誒。蘭平啊，心當有，嘛個事情啊，伊會想誒。
你们很不易两次也见面呐，等佢睇嚟哦，點都會黑你哦，都是你兩晒性格啊，馬人來嘅啊！我爹啦。奇怪，天花有冇坏脱？也迄阿弟姑唔记得打天花本来哦。喂，阿婆，你睡吗？都9點人誒，唔是講要睡誒，要按壓章打來呢。因为阿顺手在我们家，我一直忙他忙到现在，爸比回来他才愿意去洗澡，不然我快累死了。阿孫嚟聽去台北，家妹哦，當時你會好好照顧佢下。我知道啦，阿婆，你要跟爸比說話嗎？是啦，家家種種誒去睡麼？聽講嘢唔係愛煩笑下。哦，唔是小愛。阿婆再見。再見。也就細後誒，還記得打天花本來。梦似甜梦水里。你能看懂你，不应该生病。阿孙呢？哈，做乜嘅？來，嗨，做乜嘅？免拍本。好。我今天色無？唔係，唔好那個條款啊。把你寬啊，加色。謝神。謝神咯！爸比，我去拿衣服，準備洗澡啊。好，學姐，爸比今天工作很忙，所以沒辦法接你們，不好意思哦。沒關係啦。我沒想到阿順手跟你一起回台北，你們今天幹什麼啦？我真的快被他氣死了。怎麼了？光是免治馬桶，他就玩了好久好久哎。他還把免治馬桶當成是飲水機來喝水。啊，孫少，你在幹嘛啦？你是水啊哎，要飲水機的水用乖乖呢。不要玩水，走，這是洗屁股的，走。還是水啊！超惡，而且啊，他還穿媽咪的衣服。阿公哎，阿公哎，你來看啊，阿公哎。我真的很怕他把媽咪的衣服用壞。我以為他在台北會覺得很無聊，沒想到他玩得蠻開心的嘛。好，準備洗澡。好。阿公哎，快人去水我寒好呢，寒涼哦。給給水，君軒、騰哥你還有返校日不要忘記了。嗯。爸比。阿順手以前就這麼愛玩啊？阿順手以前好愛玩。好，俺講完台北的事情，俺啊唔愛講台北的事情啊。好啊，順手，我都沒聽過爸比以前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說啊。好啊，我哪唔講。台北啊，阿公喺同我打球，個球啊打到主人地度，金甘念，跟文珠麻叫，大白珠牙醫，文珠麻叫到嘰嘰滾。爸比，原來你以前都這麼膽小啊！你吃菜哦。有三個事情很記得，我當然沒記得，我還記得咯，中午我睇我下屍，還有我本給打球有欺負的時間啦，所以我鬧我講，
袂让我去受伊。不过吼，我要偷偷的做一件毕业的都批后了，叫你满意哦。哈哈哈。哎呀，阿孙啊，你很恶心哎！莫喊佢欺负我。这研究的事情哦，一下让你人生个路的，就阿孙的唔会睇，不过唔会睇咪当好，看你一下。爸比，你们干嘛不睡觉？你还顺手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对，你去房间拿个外套，我们去找他。哦。爸比，先问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李崇光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出去？对，瘦瘦高高那个。这样，那如果你要看到他出去的话，你一定要把他拦住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。警卫说他没有看到他顺手出去，到底会跑去哪？爸比，我猜阿顺手，他一定是走楼梯要去哪里，因为他不敢坐电梯。阿顺手，阿顺手，是开的，阿顺手，我在上面啊。哎，有乜比啊？阿孙嘞？阿顺手。阿顺手，很危险，你赶快下来啦！哎，阿公哎，那边冻墙了，唔该，唔该。阿孙嘞！阿孙嘞，阿孙嘞啦！他掉下去会死人啊！我赶快下来，拜托你啊！阿孙嘞！爸比，你看啦，我叫顺手下来都不下来。嘿，阿公哎，孙嘞，我呀。你有咩很强的唔该？眼哭掉一邊，眼哭掉一邊。阿孙嘞，你肚子会摇吗？别像布丁啊！是布丁哦。布丁啊，好，顏色布丁，顏色布丁。好，很專業是布丁。你看，媽媽，唔好過來啊！唔好過來，眼下意，眼下意了，唔好過來啊！眼下意，食布丁。啊，顺手，你在干嘛啦？你有没有人签哦？这人要聊，大死稳。哎呀，冻僵啊，眼好掉诶。好，好了，终于走了啦。救我阿公啊！嘿，有乜事嘅？
公哎，你怎么跟找台湾听得通哦？还不是都你害的。哎呀，你这么讲啊，莫当。好了，轩轩，吃快点，不然等下迟到。茉莉，是陈峰来，我做的送阿孙过去，唔係去早餐店天数誒。我今日請假，我驚阿孫哦無靠冇人照顧，用神嚟叫都冇奉騙。錯。阿叔，講阿叔啊。阿叔是飽了，阿孫床鋪就乖麼？阿叔係仲乖。有的，你哪有啊？明明就是你這麼愛你哦。佢就乖麼？以後啊，就會按不條睡到一半亂叫，下都挨到下低谷啊。係哦。阿孫這邊人，按部聽乖乖睡冇亂叫嘅哦。有睇好冇？按不有什麼都冇亂叫。還說我嘞，你自己才是啊。好了，時間差唔多，我帶下低谷以後搞，謝謝。阿孫幫腳息咯，阿孫等嘢裝木卡。唔怕啦，等你慢慢食，我等下先走，然後我送門就好。萱萱，我們先走了。阿公誒，原先講按部一係咪補卡，叫佢請你食飯。好啊，我張帶下低谷看我過去。萱萱。爸比，那我现在按电梯了，我和阿姨再见。拜拜。佢特別進來哦，我傾咗嘅，講話當條禮貌，變到當貴嘅咧。伊阿姨，會糖都未動中，要不要帶佢裝一把臉，本眼未搞到動好誒。好啊，咁落去啊。阿孫誒，你乖哦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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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做唔得呢？阿叔喺邊度？係死啦！我留兩片500八，當強下20班呢。這麼緊哦？啊，就兩片夾爸爸，等下過來攞幾個生日。嗨。阿婆在想你哦。怎麼可能啊？我只是打個噴嚏，因為講話好去。開玩笑的啦！你今天真的要帶着順手出去玩嗎？他就說要出去啊，我進去幫你買，不准亂跑哦。好好，我啲帶。阿順生。夜光本无人懂中，旧音本也風吹響，一步步離開故鄉土。原來我比主意很勇敢哭，離開無下嘅路，兩寒冬清楚。嘅苦，祈求敢喊來記得，盡無下嘅路，兩寒冬清楚，有幾多嘅苦，用心感動，無夢世界陌生。